做16岁是台南特有的传统习俗，为了发扬府城做16岁的传统文化，台南市政府今年再度甲寺庙来结合，以公私协力的方式举办活动。活动分溪北甲溪南2场，今年新增加溪北白河火山劈分寺，举办健行甲软桥脚，希望透过活动的体验，培养青少年刻苦耐劳、唔惊艰难的精神。去年就是安培用开台天后宫主办吼，这届特别搁以溪北地区请火山劈分寺共同来主办这届台南做16岁这个活动。因为咱大家拢知影，台南做16岁这个活动吼，除非是祝福，另外一点就是讲爱感恩，所以咱也希望讲，咱市民朋友，咱这家长会当共同来参与这届这个活动啦吼，和迄个16岁这个小朋友觉得他们对社会有责任，那也接受社会对他们的祝福。更在众神明保佑之下，让他们更能快乐的成长，对社会更有尽一份的心意。这一方面呢，也请各位家长还有小朋友他们共同来参与。活动对7月23日在溪北火山劈分寺来登场，你当头起7月31将在溪南安平开大天后宫来举办。今年的主题以成功启航、府城百事大集为主。除了依照鼓励科技，更加融入历史沉浸式的体验，让青少年会用了解在地历史文化，加入台南古岛记忆的100年文物历史的体验，搭配坐船游安平，以百年好合、100年王船、甲百年古棚子、甲建成400栋定时的元素，进一步了解台南安平的历史，为迎接台南建成400年来做准备。台南新闻人跟采访报道。